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今仔日来到第15天了。除了一般百姓所住的所在无辜受害之外，这个俄罗斯阁来轰炸着一间妇女幼儿的病院，有大不倒的太太来受伤，也有妈妈抱着囡仔伫现场咧哭，真正是人间地狱。啊，这个乌克兰是指控着俄罗斯伫南部的大城市马利坡扣押着40万人来做人质。讲这个马利坡已经有1300个民众来死亡，当地嘛已经超过1礼拜无电无水。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痛骂这个俄罗斯轰炸病院是暴行，根本是要消灭因的种族。啊嘛，因为这个俄罗斯掌握着这个制空权，所以泽伦斯基是一再来呼吁着世界各国，伫乌克兰的上空来划定这个禁航区，也就是提供战机给乌克兰。控制来，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利坡的妇幼病院扣bomb，这位顺过的妈妈或者是准备生检的妈妈，因经为厝内底走出来，本来要互红婴仔大保温箱目扣毁掉。The hospitals are ruined. The schools are ruined. The churches are ruined. Ordinary buildings and all the dead people, dead children. A strike on a maternity hospital is a final proof. A proof of genocide of Ukrainians is taking place.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骂俄罗斯军队竟然含红婴仔个有心的妈妈拢无想要放因煞，实在足凶的。不过俄罗斯外交部驳回，是乌克兰军方甲军火藏伫咧这间病院，透过卫星相片规座城市，互放甲规个密密麻麻。There's an image of a shopping center in Mariupol before the invasion. There it is today. Entire building now a shell. And a neighborhood. Let me show you this new image. A building with a red roof in the left-hand corner. Now, the roof completely gone, along with so many of the homes. These are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指控，俄罗斯伫咧马利坡甲40万人押起来做人质，3000个红婴仔无药啊、无粮食，才阁超过1礼拜无水无电。Якщо ви не закриєте небо, ви будете також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і за цю катастрофу, масштабну гуманітарну катастрофу.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阁一摆要求西方设禁航区，不过美国国务卿和英国外长9号拢讲，才袂设禁飞区，因为着惊这个战争会阁继续摊开。好，来，乡亲啊，咱继续来看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一直拢真粗残。真侪国家是怀疑俄罗斯可能有对乌克兰使用着俗称炸弹之父的真空弹，造成百姓大量来死伤。虽然俄罗斯一开始并无承认，也毋过英国的报纸报道，啊，俄罗斯的国防部嘛认咯，讲确实有使用真空弹。这种的真空弹威力真强，敢若输互核弹，瞬间就会当甲人体来蒸发。国际公约有规定，袂当来使用。啊，另外一方面，普丁嘛来指控着美国，伫乌克兰设立着生化实验室，讲乌克兰当咧发展着生化武器。啊，白宫的发言人是痛骂讲，这根本就是假消息。啊，讲西方国家即摆上担心的是，俄罗斯可能会来使用着化学武器。俄罗斯的军队一直轰炸乌克兰，使用集束炸弹去伤到一般的百姓，引起国际谴责。又搁被指控可能使用俗称炸弹之父的真空弹，这款真空弹会吸收边的空气，爆炸威力唔真强大，而且时间搁较久，被禁止伫有可能伤到一般百姓的情形下使用。虽然俄罗斯本来无承认，不过英国国防部讲，俄罗斯方面承认讲有使用炸弹之父，是讲就算有用，攻势嘛是无进展。啊，即马西方国家烦恼的是另外一种武器。We should all be on the lookout for Russia to possibly use chemical or biological weapons in Ukraine, or to create a false flag operation using them. 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指控俄罗斯乌白讲美国伫乌克兰发展化学武器的假消息，烦恼俄罗斯用这个方式发动化武的攻击，和俄罗斯军队攻占的车诺比核电厂讲已经失电啊。There is a backup generator. The foreign minister said that generator lasted for about 48 hours.
乌克兰外长讲，若是备用发电机停去，那呢，放核废料的冷却系统嘛停去，会致使辐射漏泄的风险。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будет топливо нагреваться и нагреется до такой температуры, что будет образовываться пар. Этот пар высокорадиоактивный получится. 国际原子能总署是写文章强调讲，切诺比核废料伊的设施水有够，核废料的温度应该袂升悬，只是讲俄罗斯甲乌克兰的冲突若无降温，就惊乌克兰去受到战火、化学武器、甲核灾三项攻击。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